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上弦月。今日咧，我哋咧去講嘅題目咧就係2017年3月21號5點鐘第一條題目。如果可以除去人性嘅一個缺點，你會揀以下邊一個？貪心、懶惰、嫉妒。我哋去睇呢條題目嘅時候，我哋要知道呢三個缺點係有啲乜嘢害處先。所以咧，我哋咧去睇嗰個人性嘅缺點裏面，我哋咧首先咧就會從對個人嘅影響啦，對他人嘅影響啦，同對社會嘅影響。咁咧以個人嘅影響為例啦，咁我哋咧去講嘅咧應該咧就係講緊對個人嘅成長啊、發展啊嗰啲相關嘅。至於對他人嘅咧，你可以咧諗下咧，會唔會因為你呢個缺點咧，令到人哋咧相處不和，同你相處唔到？嗱，社會方面啦，會唔會令到成個社會風氣唔得咧？咁呢一個咧就係最主要咧，我哋要講嘅嘢啦。好啦，咁裏面咧有呢個貪心、懶惰同嫉妒三個元素啦。咁首先我哋睇下貪心。貪心對於個人成長發展有咩壞處咧？貪心可以好大罪嘅喎。貪心包括咗會搶嘢啦、偷嘢啦、打家劫舍、殺人放火，呢啲咧全部咧都係關事嘅。咁所以咧，可能咧貪心咧就會同社會有關。好啦，對他人頭先講過啦，搶嘢咁人哋咧就會係有損失啦嚇。咁當然啦，貪心你唔需要一定係按呢樣嘢去講，呢個只不過係例子嚟嘅啫。咁你要留意嘅咧就係咧，你去講貪心嘅時候，有例子，例子係好重要嘅。咁例子方面咧，你可以咧講對個人嘅成長啦，或者對他人啦。你嘅貪心會影唔影響到人哋咧？咁呢個咧就係你討論嘅範圍之一。好啦，講完貪心，第二個咧就係講懶惰啦。懶惰究竟又有咩壞處咧？相對貪心嚟講，嗱，咁基本上咧，其實咧懶惰嘅話，對個人成長或者係發展嗰個比較大一啲，反而咧對他人嘅影響咧比較少，最多咧就係咧你出嚟做工作嘅時候會影響到進度嚇。咁至於咧係嗰個嘅社會風氣嚟睇啦，貪心係懶惰先啱。懶惰咧當然咧你就會影響到你嗰個嘅即係社會風氣啦嚇。咁令到呢個國家國力不振啊嗰啲咁嘅嘢。咁呢啲咧亦都可以咧由你咧去自由發揮。咁呢個問題不大。最主要嚟講呢個題目，除咗要有論點，你仲要有論據。應該好多例子咧，你可以帶到出嚟嘅嚇。咁如果你咧想要一啲中國文化少少嘅係嘛？咁譬如荀子啊，人性本惡啊係嘛？其善者偽也。咁所謂嘅偽就係每人咧都有趨利避害嘅心態嚇。咁即係話每個人都會貪心嚇，都會懶惰嚇。咁呢啲咧就係咧佢所講嘅嘢啦。另外你亦都可以用其他例子啊，譬如陳振聰啦，點樣去貪心去害到人、害到自己啦。咁又例如如果你係要講懶惰嘅話，你亦都可以咧，即係講下一啲嘅同學啊等等，用啲範例去講啦嚇。嫉妒方面咧，亦都係咧講下點樣去個人相處方面嚇。咁呢啲咧全部咧，其實最主要嚟講咧，你咧係需要有例子嘅啫。
咁呢個題目個難度其實唔大㗎。咁所以咧，如果咧你能夠喺呢一度咧去揾到適當嘅例子擺入去嘅話，其實相對嚟講咧，係好易做嘅。咁所以咧，你要諗嘅地方咧就係咧，你要諗下，喂，佢話談判法題嚟喎，其實係咁樣咧，所以咧你就要諗下，喂，有咩睇法啦嚇？咁呢度咧就係咧呢條題目，即係我哋最要留意嘅嘢。咁啊係咁多，因為咧始終咧呢條題目咧比較淺。咁我一陣間咧稍後會錄第二條咧，咁呢條題目咧就會比較困難嘅。咁啊一陣間咧你可以再睇埋佢。